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今日用非常強烈嘅語氣澄清咗有關喺97年後中國要派軍駐守香港嘅立場。鄧小平仲鄭重咁樣指出，中國對香港問題除咗由指定嘅人發言算係正式嘅之外，其餘嘅人發言一概係無效。鄧小平今朝喺人民大會堂東大廳會見港澳嘅人大以及政協代表，就座之後，鄧小平隨即係以強烈嘅語氣指出，黃華以及耿彪較早時所講嘅香港駐軍問題唔係中央嘅意見。我們對香港中央政府對香港問題的發言，我算是真實的趙總理算是真實的。另外真正具體問題的發言的機構是一個我們是港澳辦公室，是戚鵬飛當主任的，一個是我們外交部，還也有部長，也有发言主管这个问题的人，也有他们发言了。外交部是真是，除此以外，所有其他的发言都无效。香港要驻军的。国家为什么既然是中国的领土，为什么不能驻军呢？这个英国外相跟我会谈的时候，他们都说，这个他们当然希望中国不驻军，另外一种形式，但是他承认中国政府既然收回主权，有权在香港驻军。对，好了，这个明确得很的。这个权利是沒有啊，那還叫中國領土啊？鄧小平又曾經強調咁指出，中央同政府對香港問題嘅發言，除咗佢同埋趙紫陽總理嘅發言係正式嘅之外，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、外交部部長以及外交部主管呢一個問題嘅人嘅發言，亦都可以算係正式㗎。除此之外，所有其他嘅發言都係無效㗎。亞洲電視記者戚香蓮喺北